Hello， 大家好，我係 Purple。今日我哋講單車。父親節係每年6月嘅第3個禮拜日，佢最早係源自於西方嘅節日，但係依家呢，世界上好多人都一齊慶祝，因為佢表達嘅係一種愛意嘅傳承。爸爸對爺爺，自己對爸爸，你嘅下一代對你。中國人對父愛嘅謝意一直都表達得好含蓄，好在我哋仲有其他嘅表達方式，譬如詩詞、散文，仲有音樂。喺粵語歌入邊，我哋都有好多嘅經典歌曲係表達緊父愛嘅。好似有呢一首講緊叛逆少年經常闖禍，但係長大之後終於都明白父親當年嘅嚴厲管教係用心良苦，表達咗對爸爸無私奉獻嘅感激之情嘅報答一生。父親總是無怨，驅趕了逆流，但願現在又可將一切懷舊。昨日愛意我已看透，然而報答永遠未夠，為我奉獻沒有盡頭。如何艱辛不管以後，為我奉獻沒有盡頭。悠然笑說樂與悲憂。同埋呢一首雖然講嘅係離別呢個主題，但係唔再悲傷，而係用一種充滿力量嘅方式去表達對逝去父親充滿崇拜同緬懷感情嘅強。只因心中記緊當天可敬父親，說信我會精彩，強人是你，能飛天遁地，其實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呢幾首歌呢，只係一部分，你哋仲記得有啲咩歌係表達緊父愛嘅？如果呢個父親節叫你揀翻首歌送俾自己嘅爸爸，你又會揀邊首？有冇啲咩說話呢要同佢哋講啊？可以喺評論區度留言噶。今日我哋要講嘅呢隻粵語金曲呢，非常之特別，佢既好似喺度歌頌緊父愛，同時亦都係抱怨緊愛得唔夠嘅一首歌。呢首就係2001年4月發行嘅《單車》，作曲編曲柳重言，填詞黃偉文，主唱陳奕迅。單車嘅旋律低沉舒緩，故事感十足。柳重言嘅作曲簡潔有力，配合黃偉文煽情嘅歌詞，形成咗強烈嘅情感衝擊。陳奕迅獨特嘅聲線將歌詞嘅複雜情感完美呈現。呢首歌除咗係有錄音室呢個版本之外呢，其實仲發行過3個演唱會嘅拉闊版嘅，分別係收錄喺2006年 Get Alive、2010年 Duo 同埋2012年黃偉文嘅作品展入邊。06年嘅時候 Eason 嘅唱功可以話無懈可擊，現場版本完全可以媲美 CD 版本。透過呢把聲咧，你可以感受到當年嘅現場氣氛係相當之收斂，全場觀眾一齊專注聆聽佢嘅演唱。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為何這麼偉大，如此感覺不到。而2010年嘅版本節奏感更加強勁，帶有搖滾嘅元素，前奏同以往都係唔同嘅，佢係用鋼琴去演奏而唔係吉他。Eason 喺演繹嘅時候情緒更加激昂，尾段甚至略帶哽咽，嗰種感覺呢，就係成年人對童年遺憾嘅一種哭訴。難離難捨，總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間怨我壞，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而2012年嘅版本唱功上邊唔算最完美，但肯定係情感濃度最高、人生體驗最深嘅一次演繹。現場嘅觀眾更加係感同身受，好多人一路聽一路喊，就好似係一次集體情緒嘅宣洩。你又估唔估到我今日會揀邊個版本播俾你聽呢？嗱，一陣間咧就會揭曉噶啦。下面咧我哋講下呢首歌嘅創作故事。柳重言喺一次採訪嘅時候分享過，佢話當時佢收到陳輝陽嘅電話，對方咧就開玩笑咁同佢講，
喂，Eason 隻專輯咧仲爭你嗰首歌喎。柳重言咧就諗起2000年嘅時候，某一個時段咧，佢寫過2節嘅旋律可能用得上。其實嗰2段旋律咧，係佢嗰日坐完地鐵出地鐵站上樓梯嘅時候，個腦入邊咧突然間湧現出嚟嘅。之後咧就用作喺副歌嘅部分。咁由於當時咧仲未有呢個智能手機，冇錄音嘅功能，柳重言咧就用自己手機嘅鍵盤嘅數字啊，就去當作呢個音符，將1115、5232呢8個音符咧就記錄低。當佢收到陳輝陽嘅邀歌之後咧，佢就將呢隻歌嘅主歌部分咧繼續去完善創作。佢咧就話，當佢哼住呢隻歌嘅旋律，再諗起陳奕迅唱嘅畫面，佢就覺得呢隻歌一定係好感動。咁講到單車呢首歌最經典嘅部分，仲係佢嘅歌詞。全世界第一次聽都係諗緊呢首歌咧係歌頌緊父愛嘅偉大嘅。唱片公司當年亦都揀咗父親節前夕去推廣，但係呢首歌成為咗大熱作品之後，黃偉文喺一次採訪嘅時候咧就講，佢話呢首歌唔係讚緊父愛嘅，而係對父愛缺失嘅一種控訴。嗱，對於呢首歌嘅成功咧，阿 Y 咧就話，俾人怪錯固之然慘，俾人錯愛咧就更加悲哀。呢首歌嘅創作咧，其實同黃偉文自己嘅成長經歷咧好有關係。佢話佢自己爸爸係典型嘅中國式父親，佢錫啲仔女咧都係放喺個心入邊嘅，從來都唔會用把口去講噶，驚肉麻。但係啲小朋友嘅揣摩能力咧係有限噶嘛，佢希望有啲公仔，你哋大人可以幫佢畫到出腸。如果你唔講，我就有理由相信你唔愛我，就係咁簡單。但係中國人嘛，唔係好興攬攬錫錫，於是咧佢就感覺一切都欠奉。直到佢小4嗰年，佢爸爸帶佢去海邊玩，多得佢嗰部電單車，佢哋2個先至有咗人生第一次嘅擁抱。呢一次係唯一一次令到2個人都唔會覺得難為情嘅擁抱機會。可惜呢，嗰部單車喺秋天之前就俾佢爸爸賣咗。嗰年嘅夏天，佢覺得特別嘅短。呢件事一直令到 Y 文對佢爸爸耿耿於懷。佢話單車的確係點俾全世界嘅父親聽嘅，但唔完全係出於善意。不過呢，正係因為咁樣嘅背景啊，呢首歌先至顯得更加係難能可貴。黃偉文繼續由細節入手，隻言片語就將佢哋2個父子感情娓娓道來。阿 Y 雖然話寫嘅出發點唔係讚頌，而係控訴，但係呢種控訴當然係夾雜住醋意嘅。點解就唔可以攬住我錫多幾下？點解我感覺唔到嗰種係你心頭肉嘅感覺？點解其他小朋友可以同佢爸爸咁親密無間？點解我最開心嘅回憶只係得嗰一次嘅擁抱？點解嗰部單車你唔問過我就賣咗去？怨嘅盡頭當然仲係愛。雖然主歌對父親嘅愛嘅方式不斷提出質疑，但係副歌就峰回路轉。難離難捨，想抱緊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兒能伏於爸爸的肩膊，誰要下車？抱怨歸抱怨，漫漫人生路艱難險阻，一諗到仲有阿爸呢個依靠，就覺得冇所謂啦。任世間怨我壞，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歸根到底，呢個世界上能夠唔計較我嘅狂野獨特，不惜一切去接納我嘅人，仲有邊個？就係老豆你啦。你就係我內心深處最後一個港灣。由抱怨到其實我在乎，再到提醒天下嘅父子溝通好重要，最後都係翻到嚟愛呢個主題。好多聽眾對歌詞入邊沉默式嘅父愛產生共鳴。爸爸呢個角色往往都係沉默寡言，不善表達，但佢哋嘅默默付出一直都蘊含住心情。歌曲其實都喺度提醒緊大家，要珍惜同父母嘅相處時光，唔好有子欲養而親不待嘅遺憾。單車入邊講嘅父愛既沉默又沉重，但往往親情唔係猜謎遊戲，愛係應該及時表達出嚟嘅。如果當年佢爸爸能夠喺行動上、言語上俾佢更多嘅暖意，如果當年阿 Y 對待呢一啲佢認為唔足夠，能夠即刻講出嚟，呢首歌嘅結局又會唔會重新改寫呢？童年嘅缺失係要用一生去彌補嘅。上一輩由於年代嘅局限，
可能所有嘅嘢都已經定咗型，不如由我哋呢一輩去做起。對待仔女，我哋可以試下打破呢個長輩嘅權威包袱，隨時隨地令佢感覺到被愛包圍。對待父母更加要識得及時表達，喺有能力嘅時候盡力去回報佢哋。黃偉文用一首歌控訴咗父子情沉默嘅遺憾，而我哋只需要一句話就能夠令故事嘅結局唔留缺口。趁歲月尚早，不如試下將最感動嘅嗰3個字親口講俾佢聽。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為何這麼偉大，如此感覺不到，不說一句的愛有多好，只有一次記得實在接觸到，騎着單車的我倆，懷緊貼背的擁抱，難離難捨，想抱緊些，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兒能放於爸爸的肩膊，誰要下車？難離難捨，總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間再冷酷，想起這單車，還有幸福可借。經已給我怎會看不到，雖說演戲角色實在有難度，從來虛偽以待，何不給個擁抱，想我怎去相信這一套，多痛惜我卻不便讓我知道，懷念單車給你我唯一有過的擁抱，難離難捨，想抱緊些，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兒能放於爸爸的肩膊，哪怕遙遙長路多斜，你愛我愛多些，讓我他朝走得堅壯些，你介意來愛護，又靠誰施捨？難離難捨，想抱緊些，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兒能伏於爸爸的肩膊，誰要下車？難離難捨，總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間怨我壞，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